物也非，人也非，是是非，只剩下歲月雕琢留下嘅厚重痕跡。當我哋用指尖觸碰住老建築斑駁嘅外牆，暗青嘅灰色無言訴說住三華村曾經嘅榮光。三華村係花都有名嘅英雄村，黃花崗72烈士墓舉世聞名，但鮮為人知嘅係喺黃花崗72烈士中有18位都係花縣人，而絕大多數係三華村人。1911年3月29號，黃花崗起義，參加起義嘅革命黨人約130人，徐維陽領導嘅花縣敢死隊就佔咗1/3，有40幾人，同黃興所率隊伍合力進攻兩廣總督署，但寡不敵眾，起義最終失敗。革命黨人潘達薇冒死收斂72具烈士嘅屍體，葬喺廣州黃花崗，史稱黃花崗72烈士墓。中華民國建立後，為咗表彰三華村民所作嘅貢獻，1920年孫中山為三華村親筆題寫咗維家書欄，功在黨國8個大字，並派時任國民政府宣傳部部長嘅張繼親自送嚟，掛喺集資隨公祠。